兄弟姊妹平安，哈利路亚！主过我，真欢喜，咱伫过我的日子，咱通伫遮三角敬拜，也借着主过我的气力，互咱通继续努力来跑走头前的路站。这点咱来团练121首，耶稣真活上帝。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 请，耶稣真活上帝，替我受苦万般，定是伫十字架，流血亲像我泉，有罪的人靠主的义，对报悔拢洗清去。第4节。 尊贵心口就差，无非流出便便，对心我心满满，亲像看起显现，时刻感谢上最稳健，对大伊啊拢无听。咱过来看127首。 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吟第1节甲第3节。啥？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的主出亡国去，伊太阳时时的关系，天使保险都欢喜。 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第3节，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悔无时时绝望。我命运头难着尊重。 当心恶落来健康，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的主永远的王，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我的主永远的王。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以受责罚，互上帝拍，各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心上。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21首。耶稣真活上帝，请咱起立。耶稣真活上帝，替我受苦万般。定是伫心日家，老血亲像我泉。有罪的人，靠主的义，对伊无悔，拢洗清去。甲主当定的者，听主言闻欢喜，免受地狱刑罚，得着乐享福气。我有当作甲伊亲像，伫主保惠洗清地球。上帝之声又高，替我定是日家，保惠大公路，公孝刷到万世。上帝所敬对酒献花，我靠求主得到赦罪，尊贵辛苦受惨，无悔流出片片，对心我的心目，亲像看见显现。时刻感谢，小做温情，对待伊啊，无路无天。阿门。请咱议员徛地，咱三个来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三个来交读课文，课文第一篇。请咱三个来启用。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以上，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过我啦！创造宇宙的主宰，至诚的天父，愿感谢阿罗你，你的听长、宽、悬、深，
你的恩典关过山，大过海，原不过是一个智美神受造的，却通领受你无比的疼、无限的恩典。主啊，你疼世间人到安尼，你爱别人得救，无爱一人沉沦。你通过救赎的大计划，差遣圣子耶稣道成肉体，佮受定十字架，成做大罪羊羔，为着赎回阮遮的重罪人。主耶稣为着阮的过失受伤，为着阮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愿得到平安；伊受鞭拍，愿得到医好；伊受强治刺皮的冠冕旒，但已经成做荣耀的冠冕，佮互阮通甲天父佮好。主耶稣，当你国我2000多年以来的今仔日，阮回顾你受难的过程，阮的心未禁得白白、忧伤、痛悔，因为一个无罪主耶稣为着阮的罪，行上各各他的路，伊的心只有顺服天父所交托伊的，就是伫十字架顶完成救赎的功劳。天父上帝恳求圣神的启示甲感动，才着今早起阮的国外的赞美礼拜，以及甲主三甲祈祷，互阮来思考反省，到底阮是遐个野樟树枝喊话何塞那何塞那，迎接最后所入城的百姓，还是当耶稣行往各各他的路上，遐个看闹热的百姓？天父上帝，阮诚心恳求主耶稣国外的大能力，显明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互阮决意举阮的十字架，跟对你的脚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听主、听人、服侍人，一生无变化。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学乐要请圣歌队。因所要吟第一摆的诗有2首，一首是吕婷的歌，一首伫花园内。
耶稣甲门徒三角到伫一个所在，名叫克西马尼。耶稣甲伊个学生讲：我的心真忧闷到要死，恁留伫遮警醒，听候我去祈祷。 请咱来看圣经马可福音16章第90到18节。马可福音16章第90到18节，我大声用台语来读。7日的头日清早，耶稣已经国外，大声出现伫抹大拉的玛利亚。 平时甲耶稣同伫地的人，迄时伫忧闷啼哭。玛利亚去甲因讲，因听见以外，佮互玛利亚看见，竟然毋信。以后，因中间2人去山场，伫行的时，耶稣出现，互因看见。伊的容貌甲平常无同。因去甲其余个讲。 总是因遐个人也毋信，
后来11个学生坐伫食的时，耶稣出现，互因看见，即比因的毋信甲迷信，因为有人看见伊已经搁活，因也毋信遐个人的话。耶稣搁甲因讲：恁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百姓。信来受洗的要得到救，毋信的要受定罪。信的人要有这个信业对因，就是托中我的名赶鬼，讲新的腔口，掠蛇，还是啉到什么毒的，也无伤害。佮用手划破病的人，因就好。煞接我用华语来读。在7日的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去告诉那些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以上下面讲到，请思美牧师，伊的题目是信甲毋信的选择。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调阮行这条天路。这条天路是一条行往信心的道路。纵使阮有时犹豫惊吓，想要放弃，无爱地，恳求主掌管，伫得时不得时的时阵，阮拢要来缀你，袂放你一个伫克西马尼园孤单一个伫祈祷。恳求主信心帮助阮行这条信心的道路，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在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在4本福音书里面有3本福音，其中有3本福音是共观福音，就是他们可以互相参照、对照的，因为他们里面有许多相同类似的记载。那马可福音是学者公认是3本共观福音里面最早出炉的一本福音书，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许多经文、许多内容是参照马可福音所衍生来的。虽然这3卷共观福音有相同类似的记载，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完全绝对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们的结尾，他们的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翻我们座位前面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打开我们座位前面都有一本圣经，我们翻到新约的部分，马可福音16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结尾，在59页后面，后面新约圣经的部分59页。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结尾，这个结尾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太一样。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这个结尾呢，我们看到后面其实它的结尾只有到1到8节而已。就是原本马可福音的结尾，其实只有从第1节到第8节。后面我们看到圣经经文上面有一个黑色的粗体字，
从第9节以后开始，有个出抵字说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后面呢，我们翻过来60页，又说向2个门徒显现，然后又有门徒奉差遣，最后有耶稣升天。其实这些本来都不算是马可福音的结尾，在其他的版本，圣经翻译版本，在和合本修订版，在这里呢特别有标注，从第9节之后到20节，其实是属于它有特别有个标记，就是短结尾跟长结尾。那许多的学者公认这不是马可福音，不是原本属于马可福音的。那原本属于马可福音，就像我牧师刚才讲的，只有到第8节而已，只有到第8节而已。好，那第9到20节是发生什么事呢？第9到20节刚才有说，我们有3本共观福音。第9到20节的经文其实是参照马太、路加，回头我们说马可是先出来的嘛，马可先出来，然后呢先出炉、先出版，好，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先出版，然后呢马太、路加，那后来可能在以后的人呢，认为马可福音，他们对于马可福音的结尾不甚满意，所以他们又看了马太、路加的结尾，又回头又补充了马可的结尾，这样子有了解哈？好，这样的认定让许多人对圣经的正统性产生了质疑。这样子，圣经是可以随意添加的吗？是正确无误的吗？所以马可福音的结尾，不论是对于经文本身，还是耶稣复活，都留下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呢。怎么样的想象空间呢？我们稍微浏览一下16章的第1到第8节。第1到第8节，我们来看，我们圣经都先维持着这样子，就是翻开来的情况。16章的第1节就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之后他们到了坟墓，结果看不到耶稣，对不对？好，我们跳快一点。最后呢，我们看到第7节，那个天使在坟墓里向他们显现的青年，他们说，青年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也就是彼得，特别是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一样。于是第8节，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就没咯。我们现在在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原本的结尾就停在这里，后面没有了，后面没有了，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耶稣，若我们单就马可福音来看，耶稣确实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确实也已经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那然后呢？然后呢？这些妇女又惊慌又害怕，什么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在马可福音原本的结尾，就是刚才牧师带大家看的1到8节，记载着3位忠心跟随耶稣的妇女，他们在7日的头1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主日，来到埋葬耶稣的坟墓前。他们发现坟墓已经空了。那个时候的坟墓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坟墓都是往地下挖的，那我们叫做墓穴，往地下挖的。在那个时代的坟墓是像山洞一样，一个山洞是可以走进去的，不是挖起来的，是人可以走进去的，就是埋葬的人可以走进去，然后就把那个遗体安放在那个洞穴里面。那洞穴的门口呢，就有一个大石块，给它滚着，沿着那个当初挖好的轨道滚，然后封住那个洞口。这3位妇女来到了耶稣在主日的时候，也就7日的第1日，来到了这个坟墓的洞口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石块已经被滚开了，然后有一位年轻人在里面，也就是所谓的天使，对这3位妇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看，他埋葬的地方已经是空的了，空坟墓。”然后指示他们说：“你们要把这样子的事情，把耶稣复活的事情，你们去告诉你们所遇到的任何人，特别是耶稣的门徒。”
这3位妇女脑袋是一片空白啊！我们可以想象，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我们去坟墓，如果我们现在比较没有 Q 骨这样子的事情了，以前我们有捡骨嘛，哈，就是我们土葬以后呢，可能几年以后我们要捡骨。想象一下，如果当我们把坟墓土挖开，然后把棺材掀起来，看到里面是一个人坐起来，请问大家什么反应？很可怕吧？相当可怕吧？没有人会想到要在坟墓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活人呐，哈，活体。我们这样讲。这3位妇女太过于震惊，她惊吓到一个程度，无法反应，完全没有办法做反应。等他们回神过来，就是本能的拔腿就跑啊，逃出坟墓。至于刚才在坟墓里面那位青年，也就是那位天使对他们所说的那一些话，那些话可能只停留在他们脑袋里的海马回，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面。好像我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呢，那个时候完全已经是我们讲说现在被屏蔽了，整个被那个讯息已经整个被盖掉了，因为他们只想逃，只想拔腿就跑。所以呢，青年对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你们要去告诉门徒等等的这些话，还存在他们的脑袋里面，他们还没有办法消化耶稣复活这件事。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照理说，道成肉身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是一个多么大的见证啊！是一个他们可以传扬的机会。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会发现，当耶稣每一次行了神迹奇事，耶稣都告诉别人怎么样？不要说，不要说，不要张扬。可是现在倒好了，现在是可以张扬的时候，他们却什么都没有说。这3位妇女没有把握这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在这个时刻，马可福音就这样结束了，就留下一个非常悬疑的结尾。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语。有学者研判，为什么马可福音会停在这里呢？为什么马可福音就这样子停住了，没有后面呢？怎么就没有了？因此有学者他们在研究，他们说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可能临时遭逢了巨变，可能被逮捕，可能忽然生重病就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完成他想要完成的那个结局。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会被打断，会有及时喊停的一些突发状况，不论是无心之过还是有人刻意为之，总之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突发状况搞得全身不对劲，情绪也非常的难以平息，整个一团乱，甚至最后这件事情可能会以失败收场。当然也有人会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了再重新跌倒，跌倒了再重新爬起来，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的失败，我们知道有些人生一旦失败了，他就爬不起来了。有些失败这么的大，往往会打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想要退缩。这3位妇女确实，她付上了许多的代价，在跟随耶稣的期间，他们也做足了准备。就像上个主日牧师带着大家一起看，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双双牺牲奉献被钉的双手，在我们服事的过程，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热情，蛮有能力，坚定不动摇啊！感觉上帝真的是让我们要什么有什么，要人有人，要经费有经费，要行程规划有行程规划，非常的圆满。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服事或者在我们工作上常常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我们很想离开，很想放弃。有的时候又有突然一个突发状况，让我们想
惊慌胆怯，就像这3位妇女拔腿就跑。特别在这种惊慌胆怯、愤怒、不知所以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了吗？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哪里？他复活了吗？即使在那个当下，在我们的海马回里，我们知道有耶稣复活这件事，因为确实耶稣在2000年前的时候已经复活了，而且升天了。我们刚在长节语后面也看到，耶稣复活升天了，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即使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事发，我们讲说在案发现场，很多时候耶稣好像还没有复活，或者说耶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耶稣复活耶稣的，那我还是陷落在这个非常令人难堪的一个境况。在上个礼拜六，我们有松年团契跟妇女团契的一日游。在出发前，照常牧师都会做祷告，行前祷告，然后在游览车上，一节牧师会分享，会唱诗歌，分享经文信息，在游览车上带着弟兄姐妹们做灵修。但即使如此，仍然碰到大塞车啊！从台北一路塞到中午12点半，才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吃个午餐。一个早上都在塞车。即使在出发前有做了祷告，说愿一切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宝贝的静秀姐的身体也出了状况。在那个当下，不论是在塞车的当下，还是在静秀姐身体出状况的那个当下，耶稣复活了吗？在我们惊慌害怕的心里，耶稣复活了吗？紧接着有2位老姐妹，就是慧英牧师娘跟摩苏玛，他们被圣灵感动，二话不说冲到最前面，说要陪静秀姐一起坐救护车到彰化基督教医院。他们就是想要陪伴。他们3位姐妹，刚好今天也讲到3位妇女，好，他们3位姐妹呢，好，平常就是刚好牧师这样想到，都安尼倒起来，因为刚刚都阿后安尼。这3位姐妹像平常在教会互相陪伴一样，他们在那个时候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在他们的心里有耶稣复活的大能，意思是说，碰到这样的事情没关系，有我们陪，有我们在，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让大家都又有一点惊吓的事情，因为后来他们决定从彰基坐救护车又回到台北的马街，在坐救护车的过程，这个救护车真的是很不好坐，大家以后没事最好不要坐救护车，因为救护车就是要冲嘛，快嘛，有的时候要刹车，要急停，有的时候要闪车道，这坐起来想想就会光是讲到这边就觉得有晕车的感觉，会很想吐。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摩苏玛因为牧师有联络摩苏玛说真的坐得很想吐，就想要抓头啊那吼，我就叫他赶快按虎口、捏虎口啊、祷告啊，然后圣歌队知道的弟兄姐妹也为了在车上的3位姐妹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一路平安，然后呢能够不再出其他的状况来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牧师自首，在那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耶稣好像复活了，但是有时候耶稣好像还在十字架上还没复活，因为在担心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会突然慌了以后就会想到祷告的时候呢，上帝的平安又进到耶稣的心，又进到牧师的心里，这就是一个光跟暗的交战啊！哈，在那个过程，那这3位姐妹在那个驾驶，在不断的冲刺、急刹、转换车道的过程当中，牧师不确定，在他们的心中，耶稣是不是复活了？另外还有一个场景，
坐救护车上来是一个场景，在游览车那边又是一个场景。当时或许，其实，在牧师的心里也有这样想：义杰牧师，你怎么没有陪静秀姐去医院，然后一起坐游览车回来？怎么让2位老姐妹，已经都80岁上下的老姐妹，陪着这样子陪伴，坐救护车这么辛苦？后来义杰牧师回来，他有分享，他说他在那个当下，他考虑的是什么？因为早上塞车嘛，塞了5个多钟头这样子，其实很多人都坐不住了啦，在游览车上走来走去。义杰牧师就要当纠察队，坐好坐好，系安全带系安全带。特别在塞车的时候，如果游览车司机有个什么就是车况，那刹车或者是突然又启动，其实很容易摔跤的。那又是松年，又是老人家，然后当然也有带他们的甚至有曾孙都一起去的，万一摔跤了怎么办？那义杰牧师他的打算是什么呢？他说：哇，这样一路坐下来，然后到时候还一路坐回去。他们3位妇女呢，3位姐妹，如果到医院没事，就可以搭高铁回台北，不是更轻松吗？好，这是义杰牧师的爱心跟他的怜悯，所以他就想说，好吧，就让牧师娘跟某叔妈他们陪着静秀姐一起到彰基，但是不知道他们不是坐高铁回来，竟然是坐救护车回来，这是完全是在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在众人的疑惑声当中，耶稣复活了吗？只有1天的时间而已，我们就可以经历耶稣死、受难跟复活。我们自己本身也在惊慌、害怕，甚至于是愤怒、不解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在过程中好像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都已经不晓得扔到哪里去了。后来，因为他们就坐的救护车嘛，坐救护车的人，因为我跟义杰牧师有定位，我知道他们人在哪里，好，游览车在哪里，救护车显然跑得比较快，好，显然跑得比较，因为回来也是多少有碰到塞车，我就跟某苏玛联络，我也不太敢一直跟他联络，我就算时间了，因为某苏玛在晕车了，晕车的人最怕动来动去找手机，因为他晕车的人就是视线都不能再有任何的晃动了哈。所以我大概算的时间差不多，我就忍不住，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多快到了，我就再打电话给我叔妈，我说你们现在快到了吗？他说到3重了。好，到3重我就赶快跑了，牧师赶快跑去台北马街，跑到台北马街进入急诊室，映入牧师眼帘的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这三位福音人，这3位跟随耶稣的妇女，他们在急诊室里谈笑风生啊。他们在那边聊天，开心的在那边聊天，聊什么呢？好，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他们说：“哦，我拢巴肚枵无食暗顿吼，感谢主的，没有吃晚餐，感谢主哎。如果吃了晚餐，就真的会吐出来了哈，在胃中的食物一定会吐出来的。”他们说，原来饿着肚子没吃晚餐也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呐哈。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在那边笑。牧师心里想：你们笑得这么开心，但是你们不知道背后发生了这么多事。好，许许多多的人在特别义杰牧师也受到很多的责难哈，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这一幅温馨画面的背后，其实是令他们一起回忆，一定是他们未来回忆无穷，回忆无穷共患难的一个过程，也是他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深刻的回忆。耶稣对他们而言，确实是复活了。我们再来看看马可福音的长结尾，就是今天的经文段落。在马可福音的长结尾里面，我们会发现，耶稣的门徒在当时不是这样子的。在11节、13节、14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报后面也有，我们刚才的圣经也可以看。11节
耶稣的门徒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13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第14节，再后来，当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责备他们心里刚硬啊！怎么会不信呢？我之前就已经预言我要受难，也预言我要复活了，为什么现在人家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呢？为什么你们不相信那一些在我复活之后看见我，然后去报好消息的人，他们所说的？为什么你们不信？当时的门徒不信，那我们呢？如今我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弟兄姐妹，上帝从未应许天色常蓝，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会状况百出。即使许多事不尽如人意，基督复活的事实却从未改变。即使我们所经历的事都不尽如人意，基督复活也是事实的，也是实在的。耶稣那双被钉痕、受苦被钉痕的手，一路牵着我们，成为我们在苦难惊惶时候的盼望、安慰跟依靠。他一路牵着我们，一直牵到他复活。他复活的全能，让我们在充满许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尝属天的喜乐，就像我们3位姐妹一样。在其他的人还在那边噼婆嚓在那边惊慌害怕担心的时候，他们3位姐妹靠着主，一路从彰化坐救护车到台北马街医院急诊室，开心的跟什么一样，非常的喜乐。基督复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我们也有，因为基督的复活也是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可以在充满不确定的地上预尝属天的喜乐，那就是在基督里，在团契当中互相扶持、彼此陪伴的喜乐。耶稣复活不会因为门徒的不信就成为假消息，耶稣的复活不会因为门徒不信就成为假消息，耶稣复活的大能也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胆怯、害怕、惊惶就无法施展。在17节、18节今天的经文最后面17、18节，这里所记载的神迹奇事，这里说什么呢？17、18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其实除了这一些神迹奇事之外，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着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啊。那一些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胆怯、小信，甚至于不信的门徒，在圣灵降临之后，他们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也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在基督里也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不断的在述说着这个长结尾，述说了这个长结尾。虽然这些门徒在某个当下，他们3次不认主，虽然在某个时刻他们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依然能用自己在基督里复活的生命，共同见证写下这些长结语，包括我们在内。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会受到考验，而在每一次接受考验的那个当下，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景况，就是我们最实际的样貌，就是我们生活最实际的样貌。我们常常在信与不信当中徘徊游走，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相信，信心非常的坚定，但有的时候我们却不太相信，怀疑、软弱，想要放弃。服侍这么的辛苦，
常常被人嫌弃、被人嫌、被人责备，常常被定。算了算了，我不要服侍了，我走了，我不要做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或许我们对我们的现况不甚满意，但耶稣已经复活，他复活的大能会一直护佑我们。只要我们继续牵着主，继续往前行，继续与主同行，就一定会有许多的长结语，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基督一起经历的美好的这样子的过程。在松年团契跟妇女团契他们一日游的隔天，也就是上个礼拜天，就有许多的姐妹跑来跟牧师说，跑来找牧师告解了。他们来告解，他们说：“牧师，我回去我真的很不是回去，他们在游览车上就已经很后悔了。他说我们真的很后悔，怎么能让某叔妈跟某叔牛他们这样子年纪的人去陪静秀姐坐救护车到彰基去呢？然后又这样子那么辛苦坐救护车回来台北，他们非常的自责啊。但是其实上帝真的有他美好的心意，上帝真的有他美好的心意。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一进到急诊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非常美的画面。虽然在急诊室的这一边在急救，在那一边在急救，在那边忽然喊去的，但是那个画面就好像我们现在拍影片嘛、戏剧嘛，都有那个微光，他们旁边的光晕是温暖的光晕哎，旁边在那边急难救助，好像跟他们真的完全没关系，他们就是被分别出来，被主救赎的。在基督里满有平安喜乐的那样子的存在，那样子的存在。所以或许在我们人来看，这些姐妹，那些姐妹隔天在对牧师这样子的告解，这样子的自责，或许他们就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决定、错误的决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成了。耶稣在最后断气之前，他说了一句话，说：“成了。我的死，我的牺牲，成就了在基督里，上帝在这个世间为我们世人所预备那样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成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相信吗？基督已经复活了，你相信吗？”或许有人会说，即使我们做了许多的见证，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啊，牧师，还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那又怎么样？难道复活的基督会因为别人的不信就没有复活了吗？不是的，耶稣依然是复活的，耶稣的全能也依然存在。所以即便别人不信，也不应该击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继续谱写与神同行的神迹奇事。我们还要继续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主已经复活，他不再躺在坟墓里，他要将那些被击打失散的羊群一个一个的找回来，一个一个找回来。他那钉痕的手会继续牵着我们，与我们同行。钉痕的手是我们与主基督共同在爱里的记号。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基督，你已经国我，愿主国我的圣手，伫阮失志的时，将阮揽伫主你的胸前。当阮惊吓妖异的时，看阮通继续甲你同行。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刷着圣乐队要继续来吟俄罗斯歌，第一首甲我同行，第二首《望的道路》。
咧行人生的路程的时，愿毋茫成做恁永远的同伴。愿恁定定行伫光明中，亲像主行伫光的内面，直到恁到伫伊所永远通安息的所在。耶稣啊，你就是路程，你就是路程的路尾。阿门。你就是道路，是阮的旅程；你是阮的尊严，做阮祖家天庭。你就是道路，是阮茫的活路。感谢圣乐队的献诗。这条咱来吟回应诗，圣诗第127首，圣诗127首。哈利路亚，伊有够我。请咱起立来吟，哈利路亚，伊有够我。
做出梦过去，伊太阳时时的关系，天使保险多欢喜。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过我，永远我拢无过失。哈利路亚，伊有过我，伫天顶乖乖行去，伊讲咱心他咱启示。咱的中保就是伊，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水拢靠千亿，哈利路亚，伊有过我，咱可以得到千亿，哈利路亚，伊有过我，烟灰无时时绝无。我命叫头咱着尊重，当心恶落来健康。哈利路亚，伊有过我的主永远的好。哈利路亚，伊有过我的主永远的好。请坐，下面请牧师主理圣礼典。咱们来进行圣餐，这是咱来吟圣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咱坐底吟就好。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咱来吟全首。就是照保罗所讲，主耶稣讲，因为我就是活命的饼，就份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永永袂喙焦。
就分我的我国单位去杀伊。主耶稣讲，枵喙干耳无耳的人会得到饱。主耶稣也讲，你若着我担重担的来就近我，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彼得。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年有摕饼祝谢，甲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吃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要是着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来。咱要同心来领受圣餐进前，三甲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守事的杯、甲饼，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费，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如果你已经有接受洗礼跟坚信礼，可以一起跟我们分享圣餐的喜乐。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破碎。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所拿的这一份，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领受的一个使命，领受的一份使命，继续要走属天的道路。你的痛、你的苦、你的难，耶稣都知道，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
这个杯就是信仰，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国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日地，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对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为荣光主你的圣名。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即时搁来吟圣诗219首，咱来吟第3站，219首第3站。这条奉献，请属献的同工，上时请长老受杯。我们会先做奉献，奉献之后随即收杯。请长老上来预备收杯。请长老起来准备收杯。
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请掀开周报的内页。公道的事项，头一项，咱为着基督国话的关联甲愿望，永远伫咱的生命中来做王掌权，伫不公不义的世上，互咱永远坚定无摇拽。第二，为着机体欠安，调养中间的有陈经主、陈王兰、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郑宝玉、陈丽水、刘淑贞、谢丽辉、吴义梅、杜昭、陈秀荣、林依罗。福建中间有刘惠忠、李碧莲、张凤龙，有郑柳娥、黄建如、李雅娜、陈义君、郭仁吉、林文成。第三，咱为着最近清明节在扫墓的活动，出入的平安，互咱拢通得到心，得到安慰，三甲见证，感谢主所赐美好的生命的脚迹。第四项，愿主保守咱台湾的府院，伫520交接前后，正公仆拢会当心存敬畏，无专断，无受贿赂，来做抓做家己的私利。咱为着因来祈祷，请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主因为你国话，你太阳世事的款式，互阮愿望，互阮快乐，因为你已经赢过一切。主啊，帮助阮，不论阮人生辛苦悲痛，也是所有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救赎的大计划，你的圣子来到世间，毋若为阮定死伫十字架，成救赎的功劳。上重要，伊已经过活啦。但愿最后所过活的关联、大气力，临到阮所徛起的全队。特别伫阮敬诚教会中间，互阮领受即款国活的气力、愿望，通跑走阮人生的路站的时，有坚定的脚步。天父，阮感谢你。但阮为着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向你恳求，求主，你的气力伫因的心上。你的愿望也伫因的心上，互因通日日坚强
我靠主赢过一切。主，阮特别为着阮台湾这个国家向你求讨。新的政府特别开始交接的时，主啊，你的圣神也伫阮的中间，你的气力，互新的政府通有担当，通担起这个国家的国政，互阮台湾日日进步，更较团结，通伫世界的舞台中间，成做一个有希望、有快乐、有平安的国家。主，阮感谢你。这条，阮要三甲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的祈祷讲：愿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道定教，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感谢我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伫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碟，咱要请咱的可爱的主日学来为咱献诗，请主日学。这叫做人还袂到，声先到。有主日学孩子的，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好一起要来献诗。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国外节，所以主日学伫遮要献诗。即马主日学呢，甲较早有一点仔无共款，但是即马是主日学亲子教育，就是爸爸妈妈甲主日学斗阵上课，所以老师咧上课的时候，爸爸妈妈嘛爱斗阵唱歌。斗阵听故事，伫分班的时阵呢，伊就甲伊的囡仔相甲去。咱看台顶就有爸爸妈妈，搁有小朋友，同细汉的7个月，同大汉的国小6年级。所以伫安尼的团体，要教因安怎唱歌、安怎听故事，有一点仔困难。不过感谢上帝的帮衬，互阮咧上课的中间拢真顺遂。老爸老母嘛照顾伊的囡仔，互咧上课的秩序有较好一点嘛。好，咱看因伫即台顶，因就真活泼，吼，因真活泼，敢若不受拘束。毋过伊嘛会真听话啦，吼。好，伫遮咧，我介绍因今仔要唱的3首歌。第1首，因足久毋捌用台语唱歌，所以咧，阮伫1个月的中间，甲会晓唱台语的歌。有3条哦，搁会晓背，吼，伊搁会晓背。第1条就是细汉囡仔的朋友，我想咱拢足熟的。细汉囡仔的朋友，阮的年纪虽然真细汉，毋过阮是耶稣基督的好朋友。耶稣时常甲小朋友斗阵，伊真介意，真欢喜小朋友到伊的身边。第2条，阮是耶稣的好朋友以外，阮要听耶稣的话，阮是。小小羊儿在耶稣的旁边。第3条呢，就是今仔日国外节，阮要甲大家真欢喜伫遮庆祝耶稣基督的国外。当阮咧唱国外节，国外哈利路亚时，会使请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还有弟弟妹妹们帮我们拍手，好。而且即马主日咯，因无有指挥哦，因咧家己唱，因要听音乐。
音乐大，因就知影要唱什么歌。好，来，咱期待。一起来庆祝耶稣复活。有个妈妈在后面，来，校长喊一个动作，二一个动作，三一个动作，连续哦，来1、2、3。OK， 哦，牧师这边来。好，谢谢。真感谢主席的献诗。咱来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吼。超咱先开周报，教会消息。
头一项本主日是国外节赞美礼拜，礼拜中间举行本年度第2次的圣礼典。本次的这个圣餐的奉献，乃是要关乎这个世界展望会儿童认养计划。礼拜后咱会分发红卵，一人一粒。象征咱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所拥有的新的生命，来共同来享受国外的欢喜。第二，本主日爱餐了后，应该是12了后啦吼，就是爱餐了后，大概有期是12点。咱宣道部有举办国外这彩蛋的活动，地点伫1楼交易厅。第三，下主日4月初7是清明的联合对出礼拜。咱拄拄是清明的假期吼，主日的爱餐要暂停供应，请咱注意。第四，2024年第2季的新安宫读经手册已经算到位啊，请咱伫1楼的所在自由来索取。第五，2024年1月、2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伫公布栏，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这是咱唔敢的消息吼。第一项是文成兄的牵手嘉靖吼，伫4月7日早起时9点，要伫个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至真2厅举行告别礼拜，然后要安葬伫汴南园。第二就是司机的兄哥许敏吼，伫3月28暗时安息主怀，享年74岁，要伫4月7、8、8日。要伫新北市的三甲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要葬伫个以后要安葬伫个新庄的生命纪念馆。这是咱唔敢的消息，咱为着家属代祷。奉献的名册就伫这个所在，若是有错误，就则过节来订正。最后，咱来吟上迎圣诗508首。上迎圣诗508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来吟上迎。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每行诚实，三位。咱的上帝就是要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国外的大牧者，搁起来带领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接受主的差遣，将荣光归伫伊，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Praise
这，请咱默祷闭会。请咱顺序到伫1楼来用爱餐。